云林县环保局为了鼓励民众中原拜拜，减少烧纸钱造成空气污染，除了继续推动纸钱集中处理，嘛甲四大超商合作，鼓励民众捐钱予弱势团体来代替烧纸钱。中原咧要到真侪店面、企业也是民众要办普渡，拢会烧纸钱。不过为了推广减量，这几年有未少县市会甲便利店合作，以供代金。民众会当甲原本要买纸钱的费用，直接捐予社福单位。是啊，你咧捐予然后人伊遐大家嘛较好啦，大家嘛照当送送伊。哦，所以你也当接收啦哈。可以将购买这个纸钱的预算透过四大超商来做捐款的动作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了。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原来义工代金的政策是对2020年开始推动，鼓励民众去四大超商，甲原本要用来买纸钱的费用直接捐出去，甲做善的功德留伫民间。对一开始收到5万多块的善款，才开办一年就提升到10多万。那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收到442笔大概25万3000元的一个捐款。那云林县政府，我们把这一笔捐款目前是帮助给这个创世基金会还有小天使的一个发展协会了。环保局嘛讲，推动义工代金，主要是希望减少国口烧金纸的状况，另外就是要减少空气污染。环保局嘛推动纸钱集中处理，较袂去造成环境问题。去年纸钱集中处理的量，就对原本的4.7吨成长到200吨。普渡单位若有要申请，会当免费清运。记者综合报道。